柔情望對方，望着一生都不想放。94年同 Leon 拍廣告嘅阿 May 就係唐愛玲啦，當時真係令人眼前一亮噶。日前唐愛玲就俾讀者爆相爆片，今年43歲嘅佢仲係咁索，仲記唔記得佢點入行呢？據杜如風爸爸資深傳媒人杜偉東所講，當年明星足球隊去台灣踢慈善賽，當時唐愛玲就喺酒店度做公關，劉華等人見到佢又 pure 又 true， 仲有成5尺9寸高啊，即刻嘩嘩聲。阿倫仲忍唔住問阿唐愛玲有冇興趣入行添。嗱，跟住大家睇到啦。你中意我啲咩咧？有陣時中意一個人，未必會為咗嗰個人噶。影壇處女作就係孖鄧一軍拍嘅《記得香蕉成熟時依》，可惜之後電影市道低迷，只係做3、4線閒角。03年嫁咗俾初戀情人黃敦文，之後就專心相夫教子啦。